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。今晡日我嘅行程係坐苗栗客運嘅巴士，對呀中南火車頭坐入來哈。坐入來差唔多70分鐘，來到呀南莊甜米國小哈，也站牌按到甜米變電所哦，甜米變天所啦，一難念吼啊！因呢段看本來都茶檔行又冷又開，真正唔係講清吼。唔過下茶按時候呢，天又暗藍，也山又暗長，風景暗好啊！忽然間心情就好起來，故所我想講開也錄影。先俾大家來向下來享受一下南莊嘅光景，南莊嘅風景同光景啊，咁樣啦嗬。也就係我愛行第二去甜米國小，甜米國小嘅路，唔知大家有聽到聽下有個妖婆嘅叫聲嘛？也冇聲音聽，像同 BB 一樣嘅聲音咧，安尼嘅聲音咧嗬。叫做妖婆到都市地方可能就較平洋的地方都聽唔到妖婆嘅聲音。呢度也南莊山地方就有了，尤其咧下呢春日頭，妖婆就會出來。實在很正，我老去來較前條邊就看咯。日唔記吼，就有辦法嚟來錢來錢來哈。上班嚟講係有看到嘅拍殼嘅，而家擺冇看到嘅，唔知有冇？冇看到。好啦，向頭前行一節嚟哈。當然到了買順飛教學啊，就像人呢以順天水樣誒，你一件學教順，所嚟要去走另外一件嗬。雖然講教學唔好講清開，唔過也交通旁上旁下，實在有常識誒，有時咧開啦，人家講啊，國語講啊，那麼個舟車勞頓啊，嗬。我好得嗬，轉換心情，呢度一個地方出來看一下這片的風景啊，享受一下片的景色嗬，心情就會好起來喲。還有設計的，他們一把工作用的哈，一幫米別的學校就會多嘞。都有雕的聲音同多種雕的聲音啊！好高啲條線呢，快啲啊！也就係啊！甜米教門多呀！見好咁咩動靜？你講有機會睇咁咩做得來呀？見甜米國小哈，甜米國小啊！海風係安尼講。啊，好，門關得呢，是吧？我來呢度去了，我也影片就錄到呀，分享唔太自家，有閒來苗栗南莊留了，拜拜。